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逢星期一至五嘅焦點短打，我係今日嘅主持周潔瑩。美國多年嚟自詡民主樣板，但係喺特朗普政府嘅強硬派風格之下，而家就連所謂學術自由恐怕亦都難以保住。喺大約2星期前，美國政府以停止提供4億美元聯邦資金作威脅，迫使名校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整改要求，理由係話佢哋嘅學校容忍校內反猶主義。呢一個決定對哥大嚟講，無疑係一個沉重嘅打擊。據校方財務報表顯示，呢4億美元佔咗佢哋學校年度營運收入嘅相當一部分，對於學校嘅科研、教學同埋基礎設施建設等等方面都有住至關重要嘅影響。面對資金腰斬嘅壓力，究竟呢一間常春藤名校最後要錢定係要學術自由呢？答案就係錢。據路透社報導，哥大日前發表一份名為《推動哥倫比亞大學遏止歧視、騷擾與反猶太主義》嘅備忘錄，其中默許咗特朗普政府嘅幾項要求，包括推進喺校園入面禁止戴面罩嘅計劃，賦予安全官員逮捕權，承諾努力解決相關反猶主義擔憂等等。點解哥大呢一次要明確提出遏止反猶主義？時間翻返去2023年10月，哈馬斯同以色列爆發新一輪大規模衝突之後，哥大成為親巴勒斯坦人士嘅聲援基地。2024年4月到6月期間，呢一度爆發咗一系列聲勢浩大嘅抗議活動，得罪咗政界一眾挺以人士。呢一啲學生抗議活動之後越演越烈，幾百人被警方逮捕。雖然唔少嘅抗議者同埋民眾都表示反對喺巴勒斯坦嘅種族屠殺並唔等同於反猶主義，但係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埋一啲親以色列美國國會議員嘅眼中，呢啲支持巴勒斯坦嘅集會活動令到猶太裔學生受到威脅。哥大校方就係縱容反猶主義。時任哥大校長沙菲克亦都因為未明確表態反猶口號是否違反校規，最終自行離職。至於呢一次整改，最具爭議嘅係特朗普政府竟然無理要求哥大派人學術接管中東、南亞同埋非洲研究系至少5年，實際上剝奪呢一個學系教師嘅自主控制權。哥大雖然喺備忘錄入面並未提及學術接管一詞，但係佢嘅舉動似乎滿足咗呢一個要求。佢哋學校將會任命一名新嘅高層管理人員，對課程同埋教職員工進行審查。哥大嘅重大讓步就好似將自身嘅學術自由賣咗俾特朗普政府。美國拉特格斯大學教授、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會長托德·沃爾夫森認為，特朗普政府嘅要求可以話係自麥卡錫時代以嚟對學術自由、制度自治等等方面最嚴重嘅侵犯。唔少高校學者紛紛警告，哥大或者會成為一個可怕嘅先例，對美國高等教育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事實上，特朗普政府亦已經警告，將會對至少60間其他大學採取類似嘅行動。毫無疑問，特朗普政府呢一次對哥大嘅施壓，就係佢凡事講交易嘅典型體現。呢一種將撥款武器化，以切斷資金為威脅，強迫機構服從嘅模式，早已經由外交領域蔓延到美國嘅教育、科技等等社會基礎層面。背後嘅邏輯就係信我者撥款，逆我者斷糧嘅霸凌氣焰，亦都暴露出美國所謂美式民主、學術自由喺霸權邏輯之下係何其脆弱。由出手對哥大施壓，到近期簽署行政命令推動關閉教育部，特朗普呢一套強權加交易嘅治理模式，只係為咗追求短期政治利益而犧牲教育長遠發展，正係一步步動搖美國立國200幾年嘅教育基業。當課室入面嘅自由之光熄滅嘅時候，美國霸權帝國嘅黃昏就不再遙遠。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如果中意我哋嘅節目，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同埋分享俾朋友。逢星期一至五繼續同大家焦點短打，拜拜。